来看索马利兰驻台湾代表处的代表穆姆德，防指控恶质甲台湾员工洗头路，对员工防性骚扰嘛拢无要处理。受害人开记者会指控，要求外交部应该爱介入处理。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，支持受害人提出告诉。我持续的拒绝，后来他直接张开双臂把我抱进怀里，并在我耳边说：“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，我会想你的。”当下觉得非常恶心。想到伫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工作时阵遭受到不当的对待，A 小姐伊讲话还佫会错，因为唔但去职员性骚扰，还佫去驻台代表穆姆德的恶意欺压，还佫有不当的解雇。A 小姐伊报警却无得到善待，方认为讲这个干那甲破，这是代表祝福。从恶意来解雇了后，代表处甚至佫无愿意付伊资遣费。现在是21世纪，难道外交礼仪比人权更重要吗？外交豁免的借口不能够成为伤害国人劳动权益的宝剑。台北市议员张书光伊讲。索马利兰代表处是真歹打，伫个97的网站顶悬冒负评，涉嫌着性骚扰的姓穆的职员，伊当日经贸组的组长，说是摕学生签证来台湾，要求外交部都要查各驻台代表处的拥护关系。去年收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后，我们也对当事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和关心。我们也全力支持他提出法律的这个诉讼，来确保当事人的这个权益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伊表示讲，法律的定书内底无方便加做什么评论，不过保障咱国人的权益这件代志，这是唔免犹豫的。A 小姐伊是强调讲，希望外交部会当来正视穆姆德伊对台籍员工无适当的行为，宣布讲伊是无受到欢迎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